朋友係流動嘅，永遠都唔會固定。每當因緣變動嘅時候，你都會發現身邊嘅人幾乎都換咗一片，甚至親人嘅關係，亦都可能係由深變淺，由淺變深。所以人一定要學會看淡，瀟灑一啲，因為每一個人能量場都唔同，一旦氣場唔啱，友誼嘅船話翻就翻。我哋身邊嘅一切，其實都係緣分喺度靜靜咁扮演角色。凡事唔好睇得太重要，有好多嘢緣起緣滅，都係命運，都係無常。所以要把握當下，平常心看待一切，先至係人生最大嘅智慧。